邊個話廣西冇地鐵站㗎？哇！咁快到達咗平西夜市，咁我哋入去睇有啲咩食？哇！呢度冇嘢多啊，鬼佬特別多啊！你先聽我說，廣西公文包專治各種不服。唔係講笑，公文包真係周街都有，點解咁多嘅啫？冇理啊，冇理啊！冇理啊！冇理，對，冇理有你話知你。我飲得喎，咁大杯。飲，千杯不醉。我操，牛逼！只有好喝，都係甜甜地㗎啦呢個。你不醉，我不醉，條街邊度睡？28到30歲。這個是38度。今朝有酒，今朝。唔好拍呢個鏡頭得唔得？哎我點啊 Hello， 你唔醉邊個it's me。買咁少夠唔夠飲㗎？轉頭攞嚟解渴㗎咋。牛逼！靚女，咩嚟㗎呢啲15塊一份。係，什麼嚟的？这个是猪血肠跟壮族都是廣西這邊的壯族美食，這個是豬血腸、糯米血腸啊。老闆娘話送一份俾你試下喎。哇，老闆娘你咁客氣啊！沒事了，他都看你外國友人了。我廣西嘅其實。這裡都是朋友。廣西人真係好好客，唔係講笑，特別好客。翻到嚟廣西等於屋企啊！老闆娘俾個招牌。啊，鬼佬小心！好的。辛苦咯，老闆娘，謝謝你哦，辛苦了，謝謝。好，不客氣，吃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好唔好睇啊？咩味道啊？愛情嘅味道。好吃嗎？好吃，怎麼吃的？就這麼掰開生吃的。生食啊？哇，吞咗自己落肚好大件事嘅喎。這個老六我真的服了。你講一次叫我靚仔啊？來個靚仔呀！可以，我喝。試一下嘛。魚中意講魚，多謝。本地撈嚟㗎。哎呦，你好是北大的，我沒吃過。100塊一杯，12杯賣你啊，這沒有優惠。佢不斷咁叫我靚仔，係咪想我埋單？嗯，好啊。燒雞我自細鍾意食，燒魚鴨好過食唔食。牛肉、羊肉。我要這個啊，叫呢個。我可以拿嗎？係。這個。係對。少裝。可以。少裝。呢個。呢個2斤。呢個。加油！呢個係廣西車厘子，等我試下先。廣西車厘子唔係甜嘅咩？點解辣嘅？哇，好辣啊！攞個公文包俾我。解渴啦喂，好辣啊真係。公文包嚟㗎，果汁嚟㗎嘛？好了，这里菜码送啊，来2碼。好，坐。赢就送，赢就買，OK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冇問題，是吧？好，一嘢過，是嗎？兩嘢。 3局2勝。好，OK。兄弟好啊，六中。兄弟好啊，二奶好啊，8啊，6啊，7啊，4係。兄弟好啊，二奶好啊，6啊。牛逼！發財，哇！再來一個，我自己送俾自己，證明我係單身狗，周街遊。兄弟好啊，2啊，中。兄弟好啊，1啊，4啊，6啊，2。哎，多謝。好。妹妹靚啊！妹妹靚啊！2啊，4啊，7啊，6啊，8。
啊，一支公啊，二啊，妹妹零啊，3.4啊，4啊，8啊，88。好。妹妹零啊，一支公啊，二拉好啊，一支公啊，一支公啊，88。靚姐呢啲咩嚟㗎？食唔食得㗎？食得啊，做咩唔食得啊？咩戲喎？接就完事兒了你。真係食得㗎？真係食得啊！咩嚟先？昆蟲啊！真係食得啊！冇怕嘅。好食。呢啲係雲南嘅特色啊！哦，雲南特色。哦，即係喺廣西乜都有喎，乜都好好食。真係。嗯。呢個係曱甴嚟嘅。好點啊？你俾錢未？廣西人咁好客講呢啲。如果你唔俾錢，你全部點晒佢。我點啫？冇話要俾錢㗎，佢冇講到喎。係好點啊？Nice。哇！仲有紅燈啊！哇！你自己講。蜘蛛咩嚟㗎呢個？哇！蜈蚣都有喎。蜈蚣啊，嗰啲蜘蛛，鱷魚啊，哇！我的天哪！咩雞蛋嚟啊？恐龍蛋啊3天的鴨蛋，鴨蛋。哦，3天的成型的鴨蛋。好。超好食啊！好脆啊，炸得好脆。靚姐，幫我整一個酸嘢，我想試下。誒，啱啱嗰隻要8蚊嘅，10蚊嗰個兩隻最好食啦。冇問題。哇，整到成棵花咁嘅，咁靚嘅，哇！睇下嗰，啲係廣西特色。哇，幾靚，成棵花咁咯，好係嘛？好似玫瑰花，好靚喎，阿姨。真香！哎呀，哇！廣西啲酸嘢真係超好食，唔怪得之廣西老表話男人難過女人關，女人難過酸嘢攤，不得了啊！廣西簡直係一個不夜之城，凌晨呢個時間仲人山人海啊！